轉彎咪嗱咯。我同你試一試好嘛？好，你上車幾公里啊？部車行咗？喂20萬咯，過20萬咯。差唔多。我20萬。應該本族個問題多啲。之前個底膽有冇搞過？整過㗎啦，嗯整過㗎啦，幾萬佢就整一整嘛，整㗎，雞皮都係㗎。嗯，係啊，正常啊，6萬公里到1年到嘅啫，整一次嘅。咁佢同你上次搞啊，到而家時間有幾耐？年幾嘅過咗1年到啦，一年都差唔多。唔係啲電車嘅車身重。係啊，2噸幾。係啊，你成3噸2噸幾，你太重啦，你冇辦法。咁低落先。再啲啫。嗯。係啦。啊，多些。嗯。嗯。左右都響。兩邊都響，我都記得係兩邊響。左右都響。不過呢邊大聲啲，嗰邊細聲啲。呢邊嚴重啲。呢台摩托車行咗20萬公里嘅底膽咧，我哋已經整備完啦，換咗個橫塞，4支直臂彎臂換晒，跟住咧仲換咗個摩打油。我哋檢查下發咗佢嘅霹靂皮咧已經薄咗啦，都換埋我哋高性能嘅剎車皮。咁最後搞完咧都唔使一雞嘢，2日搞掂。